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0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创世纪31章43节到32章第2节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义甲不义。咱拢知影，当大卫犯罪抢夺乌利亚的某拔示巴了后，先知拿单甲大卫讲一个譬如，大卫听到迄个不义佮不有的人的作为了后，就安尼非常生气来骂迄个人，讲伊无天良。但是无想到讲拿单甲伊讲，你就是迄个不有不义的人，家己有某，结果去抢夺别人的某，靠着家己的权势，害死乌利亚，抢夺拔示巴。现代社会新闻，咱嘛时常看到迄个抢夺遗产较济的人，拢会安尼怪迄个得到较少的人，甚至制造谣言，讲拢是别人咧贪心啦，安尼这种的人甲大卫同款拢掠做家己是义人啦，却毋知影家己是所行不义。好像亲像伫旧约雅各的阿舅列班同款，伊要对迄个甲伊想要分开的雅各，看口一切拢是伊的，并且伊要求雅各着爱行义啦伊讲因为上帝咧监察啊。但是伊拢无想到讲伊伫雅各的心上若行真济不义的代志，伊拢无想到讲上帝嘛咧监察伊的作为啦创世纪31章43节到32章第2节安尼记载，列班因雅各讲：这个查某囝是我的，这个囡仔是我的。这个羊群嘛是我的，你看到的拢是我的。我查某囝甲因生的囡仔，今仔日拢要会当甲因安怎？当咱两个来立约，做你甲我中间的证据。雅各摕一块石头裁做条，雅各对遐的亲族讲：你着去捡石头来食。因就将石头捡来，囤规堆，踏规堆，因伫迄堆石头的顶悬来啉食。列班就将迄堆石头叫做伊加尼，到撒哈杜他。雅各甲伊叫做加雷德。列班讲，今仔日即个石堆。做你我中间立约的证据，这个所在叫做加雷德，嘛叫做米斯巴，因为列班讲，咱分开了后，愿上主伫你的中间，你我的中间来监察。你若虐待我的查某囝，搁另外娶别人做某，虽然我毋知你会记着上帝伫你我中间的做证。列班搁对雅各讲：你看。我下伫你我中间即堆石头，甲即支石条，这是要做证来提醒咱。我无过即堆石头去害你，你嘛无得用即堆石头甲即支石头来害我。愿阿伯拉罕的上帝、拿鹤的上帝、因祖先的上帝，伫你我中间来裁决。雅各就指因老爸以撒所敬畏的上帝来救助。雅各伫山里献祭，请伊遐的亲族做伙啉食，因食了后就伫山里休眠。列班透早起来，斟伊的孙、伊的查某囝，甲因三时，甲因祝福，然后倒去家己的所在。雅各继续行伊的行程，上帝的使者拄着伊，雅各看到因就讲：这是上帝的营地。伊就甲迄所在叫做马哈念。
保罗伫写互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嘛，劝勉提摩太以及当代的基督徒，着爱尽力的服侍，互上帝欢喜，并看做可处，诚做属伫主的人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到26节，保罗的劝勉安尼讲：恁着提醒大家，伫主的面前命令因毋通为着言辞争辩，安尼做无利益。会互听到的人受伤害，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，正确解说真理的道，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，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愈无敬虔，即款的话会亲像毒疮炭开。苏米奈甲菲利多嘛是即款人，因已经离开真理，讲过话的事已经过去，直到一个人的信仰完全倒坏。上帝的地基坚固袂摇动，顶面有刻字讲主捌属伊的人，佮讲主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着离开不义。伫大经厝内，毋但有金有银。嘛有柴有肥的器具，有的做油的，有的做醋的路用。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这的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贵气的器皿，圣化互主人用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的好事。就闪避少年人的情欲，甲遐会用清气心求叫主的人，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甲和平。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，你知这的代志会引起冤家。主的仆人无应该冤家，着温和对待众人，熬驾驶、熬忍受，温柔劝勉反对的。检采上帝会互因悔改，认捌真理。安尼，因虽然已经互魔鬼掠去顺探伊的意思，嘛又要会醒过来脱离伊的罗网。诗篇121篇，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，我的帮助是对上帝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你会保护的袂拄眠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项的灾难。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，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行为拢有主的标准，拢愿意成做上帝眼中所看重的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